哦，你看整地整完了，然后要用无人机来喷。无人机是要对付那个福寿螺了，福寿螺会吃那个秧苗了。哦，你看，哦，还要灌溉灌进来了，还有继续灌溉的，你看，这个是嘉南，这乌山头水库来的水哦。哦，用无人机啊，好搞呀！哦。哎呦，搞哦！要用无人机要喷农药啊，对付福寿螺的哦。福寿螺会吃那个秧苗呢。哦，你看，干地啊，干地种那个南瓜，那个瓜鸟会吃那个南瓜幼苗了，要用绿色网把它包好盖好。哦，你看这个借地桩哦，无人机呀哈。哦，你看无人机耶。要保持距离哦，会被喷到药啊！保持距离啊，会被喷到药啊！哦，无人机啊，厉害啊！以前用人力要弄头。